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咱即马搁来介绍一寡甲手动作相关的台语字咱第一字要介绍这个叫做培是为植物增土。咱譬如讲Han-tsî爱培土就是番薯园要增土了下面这里读的他就是用手把东西托住或者是托高。咱譬如讲把toh-á托的悬就是把桌子托高过来这里读的破就是披挂的意思。咱譬如讲一袚bīn-kin袚佇肩胛头，就是他把毛巾披挂在肩膀上另外它还有串条的意思，其实是计算项链等链状物品的单位。咱譬如讲一袚珠仔鍊就是一串珠链另外它还有交叉相叠的意思。咱譬如讲khò-sio-phua就是翘脚叠腿它还有交叉打结的意思。咱譬如讲他把毛巾就是脑筋打结不清楚另外它还有项链的意思，就是挂在脖子上装饰用的链子。咱譬如讲破链或者是围巾。咱譬如讲破巾下面这里读做tshè嘛会使读做锤它是摩擦刷洗的意思。咱譬如讲tshè-phuà皮就是擦破皮，或者是说tshè-到就是皮摩擦到，或者是tshè-tiánn就是刷锅子的意思另外它还有刷子的意思，就是指可捏在手中的小型刷洗用具又称tshè咱譬如讲菜瓜-tshè或者是菜瓜-布，就是丝瓜布的意思咱譬如讲tiánn-tshè就是棕榈刷的意思下面要来介绍这里叫做khò，就是身体或其他东西受到碰撞感觉不舒服或者受伤。咱比如讲磕到椅就是碰撞到椅子另外它还有不拘礼节不拘小节的意思。那比喻人的交情熟练而不拘守无关大礼的细节。咱比如讲虽然你是好朋友嘛不通伤客气就是虽然你们是好朋友也不能够太随便好，感谢各位。